今日開始，中年失業賽道又闖入咗一個可有可無嘅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數碼區 up 好耐都冇做過粵語視頻啦。以後除咗會繼續出數碼內容之外，今期會係一個全新嘅嘗試。正如視頻開頭所講，金雲真係陰公豬咯。適逢12月，不如出一期 Vlogmas 試下水。有人睇就繼續出，冇人睇就當寫下日記。返咗咁多年工，生物鐘已經習慣咗早上7點幾就會自然醒。食個早餐先。食飽唞一唞，熱身完我要準備出去游水啦。話時話我有2個星期冇游啦。揀泳衣真係唔可以貪大，今次嘅 size 就揀得有啲大，真正游嗰陣就會兜水。不要。不過工作日游水真係爽嘅，想早上時間見細啲，唯一方法就係早起運動。游完1000米上水都只不過10點幾，平時呢個鐘數都係返到工位個零鐘咋。晏晝本來想去海珠湖公園，點知去到先知原來人哋星期一係唔開嘅。海珠湖會懲罰每一個唔做攻略就去嘅人。不過唔緊要，即刻轉去東湖公園。最近睇到一段話，用宏大嘅世界嚟稀釋痛苦，用微小嘅事件感知幸福。如果有啲問題冇辦法即時解決，更好嘅辦法就係走出去，企喺更高嘅維度，令到呢個問題本身變得微不足道，唔需要解決。而家要做嘅就係留多啲精力俾自己嘅生活同愛好，珍惜當下每一個瞬間。譬如而家你睇到呢度，咪可以同我飲返杯咯。Cheers！不要。